當氧游離基出現喺眼，會引出飛蚊同視網膜病變。氧游離基會引出帕金遜病、阿茲海默症。氧游離基會令心律不齊、肝炎、胰臟炎、肺纖維化、腎衰竭、肥窿、油炸食物含有氧游離基。蔓延嘅火，例如香煙中嘅火、拜神嘅香、燒炭都會產生有害嘅氧游離基。新鐵鑊會內出氧游離基，佢嘅害處係引起連鎖反應。依好比有一班年青情侶喺開 party， 各對情侶沉醉於跳舞，突然之間有一位英俊嘅單身男士氧游離基搶走 A 嘅女伴， A 於是搶走 B 嘅女伴， B 之後搶走 C 嘅女伴。呢個連鎖反應拆散一對對嘅情侶，喺細胞嘅層面造成大圍嘅破壞，甚至器官衰竭。拆解方法用一類叫黃酮 flavonoid， 例如洋蔥素，佢能夠預防器官衰竭。